人在地前继续要来讲这个老菜脯，而中医的观点会当解毒、治嗽，搁来清气，所以伫防疫的期间嘛真抢市。关山镇农会斗一盎镇店之宝，这是40年的陈年的老菜脯，讲乌甲的发筋膜，最近互人以20万的高价买去了。也毋过这个老菜脯真咸，甘盐真悬，这个油脂若无好，要食都要准赞。伫网络顶面分享鸡汤好啉的秘诀，画龙点睛就是这味老菜脯。陈年的老菜脯是内行食捌的好滋味。最近关山镇农会有一盎老菜脯，互人买去啊。1989。这盎乌到反金的老菜脯是镇店之宝，虽然有些介绍，不过本来无打算要卖，想不到人客这大出手。柜台就拿了我们的这个汇款账号，到了台北呢，他马上就汇了20万过来。有人听到这个介绍了后，惊一跳。不过某人认为讲老菜脯除了好食以外，嘛真营养。这个老萝卜的价值很高，而且吃起来对身体也不错。听讲老菜脯会使解毒治嗽、佮清气，中医师认为讲确实有这方面的效用。在古书里面，它可能就偏向什么可以解毒啦，因为它吃的还是会有点利尿效果，比较温啊。好，那所以说有一些干咳的啦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尿少这些，这个盐巴成分还是蛮高的，所以基本上它还蛮咸的。所以如果你的肾脏不好的话，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适量的吃，甚至于不能吃。看来老菜脯嘛不是万能的，想要食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。千万唔通食伤济，造成负担。